戴口罩怎么办？用眉毛。耳朵运动也行啊，摸来一下。可不可以来？高兴的眉毛是怎么样？高兴的眉毛哦，好啊。那游牧是那个生气的眉毛呢？哦，有动哦。好，那这个难过的眉毛呢？哦，皱在一起，对不对？有看到吗？皱在一起。好，那个害怕的呢？害怕的。哦，眼睛都大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可能这样也行。好，我们那个今天可能要给松大校长介绍，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继续开会，我们把时间给我们松大校长。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徐永正大师，这是大师级的啊！希望各位赶快还没有上线的，要尽快的上线。大师级的每一句话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各位赶快，你们没有上线的要赶快上线，要来聆听。30分钟开始，我们的大师徐永正大师就要开始演讲了，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来聆听。他就是要讲有关沟通，可能有领导，还有人际这方面，通通要有。我们对我们的儿孙辈要如何跟他沟通，要如何给他们做模范。我想他会用很精辟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徐老师，你看他还是非常年轻，来到我们这边10几年的，还是永远那么年轻。我看他那么年轻，我就看他非常高兴，而且我们每一次邀请他，都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我们非常的高兴邀请他来到我们中间，谢谢。来看看，游牧师或是刘恩业牧师，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好，谢老师哈，谢谢你长期来帮助我们哈，提升我们的水准，也让我们更多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哈，也祝徐老师哈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身心灵健壮，也祝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同学一样，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看到起起伏伏，现在又担心要不要升级怎样我们就祷告吧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祝大家等一下有很好的领受。徐老师到了吗？嗨 ，Hello， 非常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长期以来让你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每天都可以很开心。特别你来这一天更开心，从头笑到尾，我们非常需要谢谢你，也祝福大家天天都能够喜乐。谢谢。好，我们欢迎徐老师。校长早，牧师早。好，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徐老师，欢迎你，感谢。徐老师可以测试的。徐老师有在线上吗？老师的麦克风没声音哦。好，那我要分享，来，请稍微等我一下，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画面。我们有图钉用图钉把它钉住以后，许大师的漂亮的脸蛋，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下，我把这个画面，现在我画面要分享出来哈，好像有点怪怪的。有啊，徐老师有看到你的分享画面，人际关系的沟通艺术。哎，在哪边？哎，有是哈，有看到。好的。有看到吗？哈，那因为我我现在要把它设定那个投影，好，可是我好像看到我们投影只看到第一页嘛，哈。对，没错。这是题目。来，我重新再来一次。那我现在分享有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首页，可是我接下来一直在换页，好像换到第2页了，阿德勒。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看到这里，阿德烈，阿德勒。那我就用这样子的分享方式好了啊。老师，你在那个投影片放映的地方按那个设定投影片放映。然后再按那个，我就用这样子分享，可以吗？可以，老师方便，好操作，方便就好。好，那我就用这样子的分享哈。好，那我们牧师早安，还有我们在座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老师早，老师早，有这个荣幸，老师早，这个荣幸呢，这个能够线上的机会，但是好像这将近半年来。我到各地方上课都是改为线上上课为主了哈。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的是人际关系啊，谈到人际关系啊这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这一个部分非常重要呢？心理学家阿德勒他就说过他说其实在统计出来，我们人类所有的烦恼不外其实都是跟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请问各位同学已经打了第1剂的疫苗了吗？打了，可能大部分都打了，对不对哈？有了准备打第2剂了。我们要等第2剂了。对，等第2剂了但是呢，你会发现疫苗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参与很多的群组嘛，对不对很多的群组，那在讨论的时候，我会发现每个人对于哪一个疫苗比较好是高端比较好还是 AZ 比较好然后呢，对这个疫苗一讨论你会发现我参加好多群每一个群都有人会退群，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对不对？像这种问题我尽量都提醒自己，尽量避免怎么样？避免去讲这种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谈到这里谈到这里，因此我们如何经营好的人际关系？因为研究嘛，人际关系好，家里怎么样也比较幸福嘛，对不对那我们如何的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呢？基本上我们今天有2个部分来跟大家共同讨论。第一个呢是先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习惯。那在好的习惯我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就是不管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身份高不高，我们对人家的身段无论如何一定要柔软。就像刚才呢，牧师跟我们的勉励哇，那是身段就很柔软都很客气难怪我们松大会越来越兴盛嘛，对不对声调柔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0年前六轻云林六轻发生大火，那大火当然就有很大的污染所以这时候台塑的董事长王文长特别去拜会云林县长苏志芬，就是去道个歉嘛造成污染。那各位同学，我们注意把它看这张照片，
右边是县长，左边是王文草先生，请问谁做的那种姿势身体的姿势谁比较高？大家可以感觉好像董事长去道歉，可是姿态比较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台塑一年捐给云林县一些空污环保的费用，一年就好几亿对云林县的财政很有帮助。所以因为我一年捐你很多钱所以呢，他去拜会虽然是道歉，可是姿态是蛮高的。好，这件事情一年后，结果六轻呢的大火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也因为这样那个云林县又很生气了。这时候王文草先生呢，又特别去云林县政府又去道歉。那这一次我们把它看照片，可以发现云林县长不出来了就派一个副县长跟他见个面。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看这张照片，谁的姿态比较高？变成云林县的姿态比较高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把这2张照片我们把它兜起来，来，各位同学把它看一下。左边的是1年前，右边是1年后的那种姿态。那我拿这个例子不是我们要取笑别人我不是取笑那个台塑，而是我反而是敬佩王文草先生，因为台塑一年的营业额超过台币1兆太过了。可是为了这件事情，他董事长愿意亲自低头去道歉，难怪台塑到目前经营还是非常成功。人家成功背后人际关系有他的绝招的他的姿态该低的时候是低的。好，那这一件案例我们再来拿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们知道嘛台湾的经营之神呢是王永庆先生，那日本的经营之神呢是叫松下幸之助。那我们看一下松下幸之助的一个故事他呢在有一次他就在餐厅就招待客人了。那松下的牛排呢，他只吃了一半，之后呢，松下就请助理去找主厨过来，而且还特别强调不要找经理，找主厨过来。那么呢，这时候主厨来的时候，当然就很紧张因为松下幸之助那么有名的人那松下就说：“哎呀，真的很好吃，你是非常出色的厨师，但我80岁了，胃口大不如前，我担心你看到只吃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厨房你心里会难过。所以我先跟你讲一下。那各位同学我们把它看一下，一个那么大企业的一个老板，姿态还是那么的低，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请教请教，如果你是那一个主厨，你有什么感受？感不感动？如果你是旁边松下的部属，你看你老板这样子对人那么谦卑，请问你有什么感受？再来，我们把它想一下如果你是旁边那个客人旁边的客人看到跟你做生意的这一个大生意人对厨师都那么谦卑，你是不是更乐意跟他做生意？所以为什么松下电器到现在这家公司还是很大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公司的文化就是有一种谦卑的文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以对方对方为中心以对方为中心。那谈到这里就是请问一下，这是几年前电视上有一个益智节目就是问说，如果客人将刀叉反过来用的时候，正确的礼仪是什么？我们知道嘛吃西餐刀叉跟汤匙基本上是不同方向不同位置的，它是有标准的礼仪的。那如果你请客人吃饭，他刀叉反过来了，用错了，你会怎么办？结果很多来宾的答案票选出来最好的答案就是主人怎么样？主人也把刀叉反过来用。
这个是最好的答案。各位同学认不认同？因为毕竟你是要让客人高兴嘛，比让客人高兴。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200年前英国帝国当时的女王叫维多利亚。那维多利亚有一年就招待他们大英帝国一些联邦邦联的一些什么总统、首相来这个所谓的白金汉宫请他们吃饭。那用餐最后侍者当然就帮每个人端上一碗放了一片柠檬的水。那请问各位同学，这个水是要做什么用的？这个水基本上，如果用西餐的礼仪来说，这个水是洗手用的，对不对？可是这时候非洲有一个总统，他不知道他就说那既然有柠檬汁来他就把整碗的水就把它喝完了。那请问一下，这个好像不符合国际礼仪。那请问，如果你是维多利亚女王，你会怎么办？把它喝下去。答案，现场维多利亚女王也端了她面前这碗水，也把它喝下去了。结果这么一喝旁边的那些各国的重要的政要看到这一幕也不敢不喝了，所以大家都喝这个水了。用我们台语说，大家都在灌斗搞就对了啦，灌斗搞。你会发现，一个大英帝国的女王给客人还是那么有面子，对不对？这为什么？因为她是以客人为中心嘛，以客人为中心。那再来韩国呢，他们在小学的教科书上呢，就有一则故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叫做一碗清汤荞麦面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除夕晚上10点钟刚过，老板娘正要打烊，门外却传来叩叩的敲门声。进来一个女人带着2个小孩，老板娘认出他们是去年除夕的最后的客人。那个女人就说：我要1人份的清汤荞麦面，可以吗？那么呢，这个老板娘呢，老板娘就说当然可以，请坐。然后1人份的清汤荞麦面，老板娘向厨房大声的喊道：“好的，1人份的面。”老板一边回答，一边在熄火的灶台里点起了火。老公，我们免费给他们做3人份的面吧。老板娘压低声音问老板，结果老板就说不行，这样反而会伤他们的自尊。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大把的荞麦面放进锅里。这个老板呢，更有同理心因为煮三人份的，人家会怎么觉得你在可怜我，所以反而老板怎么样，煮大碗一点，把面量加大一点，一样是煮1碗，反而兼顾了对方的面子。这个我们说叫以对方为中心，这是人际沟通原则第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刚才我们说第1个原则叫做声调要柔软，第2个原则呢，尽量以同理的角度以对方为中心。第3个呢，要赢得好的人际关系的第3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在帮他在想的，为他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让他觉得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为对方着想。那谈到这里我们把它看这个是在美国曾经发生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个在美国有个印第安的原始部落，他们集会的时候都是不穿衣服的，赤身裸体，就是表示这样子大家是坦诚相见的。有一年部落就发生了流行病，他们巫师也治不好所以他们就到镇里邀请一位名医前来帮助。可是这个名医就很为难很为难结果后来还是答应了。结果当天那一天，为了迎接医生，族人破例是穿上衣服，而且大家打领带，集合在教堂里面去等这个医师。结果接下来悠扬的钟声响起，老医生跟他的男助理背着那个医药材进入教堂的时候，每个人都愣住了。为什么？
因为老医生跟那个助理是没有穿衣服进来的，是没有穿衣服进来的。那么呢，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了哈，这医师啊哈，为了尊重这个主理他们的什么规矩，集会的时候不穿衣服，所以他就不穿衣服了。结果族人为了尊重医生，结果族人是穿衣服的。这是在美国了哈，那个发生的很有名的故事啊。这个就是什么？我为你着想，你也会为我着想，啊，为我着想。那谈到这里啊哈，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那个美国那个亚马逊网络哈去买东西。那亚马逊呢，他们呢有一个的嘛，他们公司有一个习惯哦，就是说，如果你在他们网站买的相同的东西，譬如说今天你买了一个锅子，当然过几天你又买了同样一个锅子，亚马逊就立刻会跳出一个提醒的，就是告诉你说，你几天前已经买这个了，你会不会买错？哦，你确定是不是还要再买一次？他会提醒你哦。所以也因为这样，有可能亚马逊就少卖了一本书，但是顾客的满意度却提高了20%。各位同学们发现了哈，人家会经营生意，还是有他的秘诀。可是这个秘诀还是建立在什么？让顾客觉得你不是只是一副要赚我钱的样子，你是有在帮我着想的。那再来，我再来谈了哈，我几年前了哈，到高雄科工馆去讲课。那么我坐高铁到这个左营站嘛，那就坐计程车要到高雄科工馆。结果那一天呢，下大雨，到那个科工馆的这个路边门口的路边的时候，那么呢，司机啊，他就跟我说：“先生，我看你没有带雨伞，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比较慌张，也没有带雨伞。那先生，你现在在这里下车，要走进去他们里面这一段路蛮远的哦，都没有雨遮哦，你全身会淋湿哦，会全身淋湿哦，所以先生，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要在这里下车，你把它看哦，现在跳表是255块哦，255块。那你现在我现在继续往前开，再往前开到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我右转过去，可以下他们的地下室的收费停车场。那下去基本上我只要下去，不管停多久，出来就是10块钱，停车费就是10块钱。但是先生，这10块钱我不会跟你收。但是我这样子下去停车场你等一下在地下室停车场坐电梯过去你都不会淋到雨，这样好不好？那当然我很感谢他嘛我很感谢他，所以他就继续往前开，之后再右转下地下停车场。我真的看到他在停车场入口的地方就这样，就拿了一个代币就是他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要缴钱的。到了地下室停车场之后，我要下车，他还特别告诉我说我要怎么走，距离电梯比较近。那请问各位同学，我遇到这个司机好不好？人很好，对不对？那一天的车资255块，我就摸摸口袋，刚好有一张500块的，我直接就给这个司机了我就跟他说谢谢你了不用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对我那么够意思，我也不能怎么样亏待你嘛，对不对？所以我直接500块给他，我就没有让他找钱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互相人际沟通互相嘛当然后来我也很庆幸了因为庆幸说幸好我口袋有一张500的，如果我口袋剩下1000块呢，我可能1000块给他，我也不好意思叫他找了，是不是好，这个就是为彼此着想。再来，我们再谈去年的例子去年我去这个什么星光3月百货去跟他们公司的主管讲课，讲的题目我们看照片有没有讲的题目叫做从负责到当责，就是谈责任感，如何带领那个什么有责任感的团队的一场的演讲。那么呢，我就开车到那个星光3月。再来呢，刚好我觉得很幸运那一天开到他们的百货公司门口的对面的路边，
刚好有一个的嘛路边的停车格是空的，哇，我觉得好幸运啊，我就不用四处找停车位嘛，我就直接停到那个停车格，之后下车我就走到对街进去他们星光三月百货的1楼，那到1楼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服务台嘛。我就跟服务台的小姐就说哈，我是今天要来的嘛，跟你们主管讲课的老师，那请问要怎么走？那我就先问一下这个他们的接待小姐，那么他们接待小姐就很客气哦，她就说哦，老师好，那老师请问你来上课，你刚才是搭车还是开车？哦，我说我开车了哈，她说老师你车子停哪里？我说刚才很幸运啊，刚好呢开车来啊，你们百货公司的对面有一个路边停车位空着，刚好一停很方便，所以我就从对街就走过来。但是呢，那一位柜台小姐就跟我说，那老师那样子你停车外停车这现在外面那个停车1小时不便宜呢我就说没有关系的，反正1小时就50块嘛啊，我来讲课3小时，可能就是停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那还好了方便就好了，方便就好。结果呢，那柜台小姐就跟我说说老师，那这样子也要快200块呢，不要了，老师你去开车那你停到我们地下室停车场，我等一下会给你那个消脂的代币，那就不用钱了老师你把车子开下来了。我就说不用了，已经停好了也不用再劳驾了啦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这样可以了。结果你们知道吗？那位对吧？服务小姐就说老师不要了，可以省钱就省钱了。结果呢，他就赶快从柜台走出来之后就往外走，你们知道吗？往外走，其实他就是要引导去停车了。结果他往外走，我也不好意思啊，我只好跟着他就走出门了。走出门之后，他就说老师你的车是哪一台？我就说那对面那一台白色的车。他就说老师，那这样子您过去开车，然后呢您就绕过来我们转角我们旁边的那个地下室停车场了我在那里等你我引导你停车了。各位同学，人家那么积极，而且人家都走到门口，接下来他又走向这个转角那边的停车场，请问我敢不去开车吗？我只好赶快的跑去对街开车之后开到另外的一边的路边因为他们百货公司是三角间嘛三角窗嘛，那开到另外一边的停车场，他就在停车场的入口等我，然后呢还小跑步往地下室那个车道往下跑，然后引导我开车。我本来要跟他说你就上我的车了但是可能他们有规定不能乱上客人的车还是怎么样，看他小跑步就往地下室跑，我就慢慢的跟着他到地下室停好车。好，到地下室停好车了他就带着我怎么样又去坐电梯到3楼，然后告诉我说老师那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门铃，你就按个门铃那么呢就有人会出来接待你。然后他说他要赶快到1楼了去柜台，因为他的工作在那里嘛。当然我就很谢谢他嘛很谢谢他。所以那一天呢很顺利，就我到达上课的地方，那也很顺利的讲完课了。刚好讲完课之后，我呢刚好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印象是很好的，所以我呢要下课前我就对上课的这些主管就说刚才我到贵百货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我就说哇，这给我的印象很好，贵公司平常的教育训练服务一定都做得的嘛，很扎实我今天来上课也是我们贵公司的一份子我以我们星光3月为荣。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们的人事经理就特别怎么样打电话找1楼那一位刚才那一位接待小姐服务台小姐上来我才知道那一位服务台小姐也跟我一样姓许接下来他们经理就对着这些主管就说了我们每个月都有针对我们同仁做服务的评分跟比赛。那刚好今天是月底了，那徐老师呢刚才所说的经验
真的真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所以今年这个月我们的服务的评比服务评比，我直接就宣布就是了嘛，我们服务的第1名就是许小姐，当场你们知道吗？那人事经理拿了一个红包袋，直接就发奖金给他。你们知道奖金多少钱？奖金6000块，哇，那当然了，许小姐很高兴了。所以大家看这张照片是我的嘛，我要离开那个会场之前跟那许小姐合照的。那接下来了那许小姐又带着我怎么样到地下室的停车场，而且把已经消磁的那一个停车卡给我，然后再说老师这样子你直接开车上去然后呢等一下到出口的地方再把这个磁卡的投进去就可以了。所以那一天真的非常顺利。但许小姐给我的印象真的非常好。你们知道吗？其实那一天我要离开前还有一句话很想跟许小姐说只是一直说不出来而已。你们知道我要跟她说什么？我想跟许小姐说许小姐，你那6000块可不可以分我一半因为你那6000块我也有一半的功劳，对不对我们在开个玩笑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发现了人际关系要长长久久，第3个原则就是你真的会站在他的立场，当他感受到你站在他的立场，他也会站在你的立场。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案例很多案例都是来谈这个。好，第4个呢？第4个是说难免我们大家有意见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有说嘛为了什么疫苗的事情，有些群友怎么样气到就退群了，对不对像我一定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从不会在网络上去跟人家做辩论，包含什么疫苗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尊重别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去指责别人的错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子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松下幸之助又另外一个故事了。当时呢，松下他其实是在他中年的时候，他的创业后来才比较成功的。可是在创业没几年有一年他们公司又遇到瓶颈了，也因为遇到瓶颈，有好几位高阶的经理就打算离职去另外开公司，因为他们发现松下国际这家公司好像快倒的样子，他们要出去开公司了。那松下知道之后，就召集这些经理来开会。哇，结果这群经理当然担心一定会被骂嘛这叛徒什么的。结果开会开始松下幸之助一站上来，就先对这些即将要离职的经理先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感谢大家多年对公司付出，以大家的经验和专业，一定可以创业成功的。很抱歉，我身为负责人，还有这么多的员工和家庭需要我来维持他们的生计，所以请原谅我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离开。我在这边诚挚祝福大家发展顺利。接下来又再次90度的鞠躬，才慢慢的离开现场。哇，这些即将要离职的经理本来想说是要被骂的，竟然没有被骂，而且松下还祝福他们成功。请问他们感不感动？蛮感动，对不对？来，那各位同学猜猜看，这些经理后来出去创业之后，创业的成不成功？成功。答案，最后答案，这些经理大家讨论结果，决定不去创业了，继续跟松下打拼了。你看这个沟通能力那么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力，同意吗？松下没有骂他们，反而这些人反而留下来了。如果松下那一天把他们痛骂一顿，骂他们是叛徒，这些经理一定怎样？一定义无反顾的离开，就后来就没有了嘛。松下那么大的公司，对不对呢？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啊。如果是自己错呢，自己错就最好自己承认嘛，对不对哈？那谈到这里了哈，我们再来把它看一下希腊跟土耳其啊，希腊跟土耳其2个国家。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去看那个的欧洲的历史，你知道土耳其跟希腊1000年来啊，叫几百年来，他们叫做世仇，他们就是什么，互相是打来打去的，这一直在打仗的，一直打到什么时候？1922年，土耳其那一次打仗的啊，打赢了希腊，所以希腊就输了，希腊就派了2个将军去土耳其去跟他们投降，好，我们接下来把它看啊，这时候土耳其的总统叫凯末尔。凯末尔是在土耳其非常有名的。如果各位同学你们先有那个土耳其的那个纸钞的话，土耳其的纸钞几乎都是凯末尔啊，因为是土耳其现代的土耳其之父就对了啊，他们的国父就对了。那凯末尔呢，在土耳其的总统府官邸就握着那2个希腊的将军的手，就对他们说哈，2位请坐，你们一定累了。战争就像比赛，高手也会失败啊。请问各位同学，凯末尔有没有给这2个将军很有面子？有。战争就像比赛呀，高手也会有失败嘛，哈，就这样子。你们知道吗？这件事情后来传到希腊之后，希腊人本来就在想，我们2个将军去土耳其一定会被羞辱。竟然去到土耳其，人家还是很尊重我们的将军，你们知道吗？希腊后来跟土耳其的关系好不好？如果你们把它看现代的历史，这100年来，土耳其跟希腊几乎没有大战争，没有发生什么大战争，只有零星一点点边界的一点小冲突。你看，一次这样子握着手。让多少人不会因为战争而死掉？这不容易，对不对？给对方面子。我们再来看我们台湾的一个例子，就是张忠谋先生。张忠谋先生呢，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尊敬他？因为他呢年轻的时候是在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电子公司叫德仪，就是德州仪器，当一个不小的高阶主管。结果呢，后来我们政府想发展半导体所以就特别请张忠谋回我们台湾开创台积电。其实当时张忠谋回台湾绝对是牺牲了，为什么呢？因为薪水一定比较少，第二，在美商公司的福利一定比台湾的福利还好，第三个，回台湾开创台积电，如果不成功呢，基本上张忠谋的年轻的岁月大概已经已经不在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结果呢，他回台湾创办台积电，开记者会，那记者就问了很多的跟主题无关敏感的问题，其实就是在问他一些反正的什么薪水问题什么的问题什么，那么国家给你的薪水，另外有没有给你什么福利什么，或者你怎么愿意回来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是很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所以张忠谋当然就很生气就掉头的就不开记者会了，就离开了。好，就这样子。结果你们知道吗？没几分钟，张忠谋又跑去找那几个记者，就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我情绪刚才欠佳我管理不好，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们回来，我们重新开记者会。然后呢，张忠谋呢再继续解释说为什么台积电对我们台湾那么重要。结果当场的几位记者都吓一跳，很少人怎样会愿意回来道歉的，竟然张忠谋的愿意这么做。所以接下来他们写的这个新闻内容对张忠谋呢就写的都非常的很正面非常的正面。好，那么我们看了这几个例子，我们会发现刚才讲的这个原则，对不对我们尽量顾全人家的面子，然后我们不要指责人家的错。如果自己有错呢，自己赶快先道歉。在很有名的一个美国教育家叫戴尔·卡内基，他有一本书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再版非常畅销的书。这一本书叫《人性的弱点》。在《人性的弱点》里面呢，戴尔·卡内基就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啊，如果当有人要责备你的时候，你自己先把对方要责备你的话先说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先道歉了，别人要骂你，你就先骂自己就对了，他就会以宽大、会以谅解的态度来对待你。所以了哈，好，那谈到这4个原则之后，刚才我们说的4个原则嘛，第一个要态度要柔软嘛，对不对哈？那再来呢，我们要顾全别人的面子嘛，对不对？那再来我们要以别人的利益着想嘛，再来如果我们错了呢，我们就是承认错误嘛，对不对哈？好，那么呢，这人际沟通的这4个最首要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第2个重点。今天的第2个重点就是接下来我们如何说话能够说得更好，能够更 IQ、EQ 更高，我们说叫高情商，你的什么情绪商数更高的说话艺术，能够让我们的人缘能够更好。那谈到说话艺术嘛哈，我们也知道啊哈，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说我想和你一起睡觉，人家一定说你是色狼。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我想和你一起起床，那你就是徐志摩啊。你会发现呢，怎么说话意思说出来的艺术不一样，结局就是不一样。因此呢，今天有限的时间呢，接下来大概还有50分钟的时间呢，我想呢，我就归纳有10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能够提高我们说话功力，让我们人缘更好。这个可以用在我们的平常的社交人脉，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松大，用在我们的家里都可以用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10招能够学起来，我们的人缘一定会更好，那10招呢？来，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哦。那因为我们是线上上课，所以里面有一些文字，我进行的会比较快，所以也顺便提醒我们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哪部分是重点的话，你可以赶快用这个手机怎样，用截图的把它截图一下，事后可以复习。那你如果是用电脑在看呢，那你可以拿手机把电脑上面所显示的可以照个相对大家会更有帮助。那等到课后我会把今天上课的投影片，我再寄给我们张老师，好不好那如果你们有要这个投影片事后要复习，你就跟我们张老师拿，好不好那也拜托张老师了这个劳驾您一下，这样好不好好，这10个说话的技巧10个说话技巧，说实在，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我自己都感受，要不是我后来年轻的时候，我有花钱去美国去上一些人际沟通课或者很多人家不一定真的有具体教我们的所以这个值得来参考一下的10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人家聊天，不管是他是陌生人还是新人，比如说我们松大可能有新同学进来或是说我们教会有新的伙伴进来，对不对？那你要跟他聊天又让他觉得说，让他觉得不会感到孤独要跟他聊得更深入你在跟他聊的时候，你可以用提一些问题来问他，这样子他有得回答，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是话题就冻结了，就可以用用提问的方式。但是要提问要提醒要用开放式的提问，不要用封闭式的提问这个就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跟人家聊得深入，我们可以用丢问题的问他，但是你提的问题要用开放式问题，不要用封闭式问题。那你们一定会在想说什么叫开放式问题，什么叫提问式问题，封闭式问题，对不对？很简单来，我们看投影幕上面，开放式问的问题就是你问他的是问答题，所以他在回答你的时候他是要用问答题，就是他要想一下，
然后再回答的，现在问答题。那什么叫封闭问题呢？封闭问题就是你问他，然后他只要回答是不是好不好，这个叫封闭式问题。那封闭式问题我们也知道嘛哈，封闭式问题呢，你问他，他只问你是不是，接下来就没话题了，是不是？瞬间又怎样？气氛又冻结了。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看到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一般人哈都问，最近还好吧？请问人家如果问你说最近还好吗？你会怎么回答？好，不错，谢谢，对不对？是非题，这就是是非题。可是如果已经学了我们今天的方法呢，我们就不是问他今天最近还好吗？我们问他什么？我说，我看你气色不错我看你气色很好，这段时间你在忙什么？你会发现你这么问对方会想一下，然后就会跟你说，我最近因为疫情所以我在干什么，后来我又去学什么，后来又做什么。你会发现他回答你的已经不是好不好，很短的，他回答你的是很有深度的内容。这样同学可以分辨得出来吗？我们要问他是开放性的，就是问答题，不要问是非题。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封闭式的问句，比如说我对您问说，来，请问您对松大的课程还满意吗？请问你会怎么回答？不错，还好，对不对？你看是非题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没话题了，就没话讲了，除非你又换了另外的话题，否则的话，这一句话就到此为止，对不对？这叫封闭式问题。好，封闭式问题就是是非题，我们不要用是非题，这样子同学清楚吗？清楚。好，所以来接下来我们要用开放式问题，对不对？来，我们同样的问题，我变成这么问，我说，请问有哪些我们要加强的地方，可以让你更愿意推荐朋友来上课呢？来，各位同学，如果我是这样请问您会不会想一下？你会讲，我觉得我们松大再来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可以提出很多对我们很好的建议了。这个叫开放性问题，这样 OK 吗？好，那所以请问，我们上课到现在已经时间上了一半了我们上课已经上一半时间了，请问你对今天徐永正上课还满意吗？满意。你看我现在用的就封闭问，所以你回答就是满意不满意，对不对？但是我改问我说，请问，我们今天上课已经一半了请问有哪些地方我还要加强的，可以让我未来上课更进步呢？你是不是就会想一下？对，这个叫开放性问题。开放性问题可以让新人，可以让怎么样比较不熟的人，可以跟我们话题聊得越深入，我们很快就可以跟他建立关系。这样，同学这样有没有学起来？有。好，所以来我们松大的新同学，来我们教会的新伙伴，您都可以用这样来跟他聊，这样 OK 这是第一招很重要的第一招。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招了第二招就是不要用反问句。什么叫做反问句呢？来，我们来举例子我们再举例子，譬如说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找不到钥匙，你就找不到钥匙，这时候你老伴就说，怎么一天到晚丢三落四的？难道你脑子进水吗？各位，如果说各位同学，我们把它看这一句，如果你老伴说怎么一天到晚丢三落你一天到晚丢三落四的，好，这样子说其实怎么样还好可是后面还在反问一句，难道你脑子进水吗？各位同学，这样听起来感受好不好？不好，感受不好，对不对都不好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静静的回忆一下，我们跟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平常跟人家人际沟通说话，
我们有没有时常用这种？这种都是伤人的，尤其跟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越习惯用这种话，对不对？这种讲多了感情都不会好的啊，都不会好的。来，我们换一种说法，我们直接就说嘛啊，说你老伴找不到钥匙，你怎么说？就去大门看看啊。上次你就把钥匙挂在那里，各位这一句话就是不是直接就解决了？后面要在后面再加一句：你脑子进水吗？你已经老年痴呆了吗？你怎么了吗？这样 OK 吗？啊，所以要提醒哦，这一句话，其实在我这么多年观察，很多人都习惯用这种对人际沟通绝对是扣分，绝对是没有加分的。为什么？因为反问听起来是刺耳的，还带有责备，那对方一定会产生所谓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说的叫斗端了。他心里一定会反弹嘛。然后他会心里会想，凭什么说是我错？他就是没说错，他心里也会这么想，对不对？对，用反问的啊，其实反问的就是什么？就反击嘛，这个是不好的。来，我们先来看这个案例哦，哈，这个也是家庭时常发生的。女儿就说：“妈，我的那条破洞牛仔裤呢？”那妈妈就说：“你的裤子在哪里？你自己不知道啊？”你看，就反问了。对不对？这口气一定不会多好。那女儿又说：“我找不到了啦，哈，你有看到吗？”那妈妈又说：“你都找不到了，我能找得到吗？”哎，你看又是反问了，又反问了。那女儿这时候听到的嘛，妈妈2次反问哦，当然心情也不好啊。女儿就说：“难道我的裤子还会自己长脚吗？”哎，她也开始反问了。你看很多家庭的冲突就这样子出来。妈妈就说啊：“你这是在怪我，自己裤子找不到，你怪谁呀？”你看矛盾就激化了，是不是？所以提醒再提醒哦，提醒大家，很多其实是没有恶意的言语，后来为什么会造成冲突？因为就是反问，反问就是反击呀，反过来去讥笑他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少用。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徐老师，我是很少会用反问句，可是别人对我使用反问句呢，那我要怎么回？那当然很重要了，怎么回？因为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已经上了这个课了，他没有上过这个课，他不知道反问句让人家听起来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啊，你当然不要跟他计较嘛，因为这不是他故意的，是他不知道嘛。我们已经上过这个课，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反应呢？请记得，我们要示弱一下，然后再怎么讲一下自己的请求嘛。比如说，妈，我真的很急嘛，妈，我错了，你就帮我一起找嘛。各位，如果刚才那个女儿有学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方式，当妈妈一直都用反问的，你不会掉入这个陷阱，你就这么说：“妈，我真的很急嘛，妈，我错了，你帮我一起找嘛。”请问一下，气氛会不会变得比较好？而且妈妈也会怎么样？会愿意会帮我们找嘛，对不对？这是第2招哦，好不好？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好，第2招学起来了，来，接下来我们学第3招。给人家建议的时候，要采用1+1法则采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公司开会人家你觉得对方所提的你应该要有所补充，因为对方所讲的可能没有很圆满，你要给他补充，或是比如说我们松大我们全人的这个生命教育协会，对不对？可能呢这个我们一些这个负责的干部，大家在开会嘛，要在想一些怎么样的活动嘛，大家都提出建议嘛，对不对？提出方法嘛。可是你觉得他的所提的好像不是很完整嘛，你要跟他补充嘛，那你又要不伤人啊，对不对？就要用1+1法则。好，那什么叫1+1法则？来，我们来举个例很简单。
我们就谈这个例子，您就清楚了。就说开会的时候，你想跟同事的嘛补充建议嘛，提一点建议啊，你就可以这么说了是啊，这你怎么说？你就说刚刚老王说了3点，讲得太好了，请记得先赞美老王，然后接下来你才说我仅有一点点的小小补充，你再把补充讲出来。补充讲完了呢，还没结束哦。然后你接下来要这么说，你说老王平时很大度啊，我才敢提出浅见，要是别人的话我就不敢提了。各位同学，所以你第一个你先赞美了老王了，对不对？你再做补充。第二个你再进一步怎么样？再赞美老王平常很大度，所以怎么容得下别人不同的意见。如果是别人，你就不敢提意见了。请问一下，这时候如果是你是老王，他会怎么想？应该感觉还不错，对不对？对感觉不错。好，所以这叫1+1法则。我帮大家归纳1+1法则就是我现在框这个文字，就是你要你提出一个建议给人家之后，请你记得接下来最后一定要加一个赞美肯定给他。这样 OK 吗？可以冲淡你前面对人家的建议。很多人就说徐老师，我就心肠很好了，我就是为他好了，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讲话很直啦，我是没有心机的，我是为他好啦，为他好。各位同学，讲话什么没有心机，讲话什么心直口快，讲话怎么样为人家好，这个是不错。这是善良的，但是善良的不一定怎样得到别人的肯定，你一定要怎样？善良一定要加上什么？加上你对别人的赞美，这样 OK 吗？所以请记得建议，这叫1，对不对？后面还要加1，加哪一个1？加哪一个1？赞美肯定。赞美，这样 OK 吗？这样子你会发现。你背后没有敌人，你不会不小心得罪人，跟人家结怨。很多人不小心跟人家结怨，就是只给建议，不懂得最后给赞美，这样 OK 哦。好，那我们已经学了3招了，你们觉得这3招好不好用？应该不错，对不对？应该不错哦。好，接下来第4招，想要增加别人对你的好感度。还可以用一招，适当重复对方的话，就是你在跟人家聊天谈事情的时候，对吧？别人讲完之后，你能够适当的把刚才别人说的话，适当的重点，对吧？再重复一下，这样子对别人对你印象很好哦。那你们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谈一个案例，有时候我到有一些公司去跟他们谈一些所谓的说话谈判的部分的时候，我都会谈到这个。我说在美国很多他们的工会或是什么公司，他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劳资谈判的时候，他们要谈判前，他们都要守一个规定哦。这个规定就是说在你发言之前你要陈述你的意见之前，你要先将刚才对方就是跟你对立一方嘛如果你是劳方，你就要先讲资方你要将刚才对方所说的意思再说一遍。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说了，就是把对方刚才说的意思重点怎样能够再说一遍。说完之后，你才可以说你的意见。那请问各位同学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其实在很多谈判都是这样，我们对方在说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听，我们只是在等对方讲完，你就要赶快讲你的意见，对不对？所以很多的谈判人际沟通的冲突是为什么？是误解是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对方也说我没听清楚他的话，是误解哦。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劳资谈判要这么规定？你要讲话之前，要先把对方刚才讲的重点再讲一次，因为有2个原因。第
第一个原因就是保证你刚才没有听错，就是不会产生误会，对不对？第二个呢，因为你重复对方的话，对方有发现刚才你有注意在听，他就觉得被尊重，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被尊重，他就不会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尊重我嘛，所以我也会尊重你。各位同学，这是不是谈到我们刚才说的第4个原则有没有啊？第4个原则。好，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这个哦，就是说我们想增加别人对我们的好感，我们要适度的重复对方的话对方的话，这个就是刚才说劳资谈判。所以来，我们举一个例子了朋友就说我上个月去学瑜伽，那我们要怎么说？我们就说你就要先说，哇，你上个月开始学做瑜伽你看，我们重复他刚才的话，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的，怪不得你身材越来越好你会发现了对方听了，我刚才说我去学瑜伽，他都有注意听，对不对？这样子的互相彼此尊重，我们他对你的好感度就会增加。这个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了比如说新竹竹科园区的外围有好几家婚友社，你们知道吗？因为很多竹科在那里上班的，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都没有时间交异性朋友，所以到后来被父母逼婚了，所以就去那个婚友社参加，看看有没有可以找到适合的对象。所以有几家婚友社也会请我去讲课，那去跟他们要所谓的相亲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交友见面的时候，安排见面的时候要跟对方说什么，对方会对你印象比较好。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我的这个经验竹科里面很多女生男生都是高材生很会读书的真的他们说话真的还不太会说的。所以在安排这个婚友社安排他们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要聊什么，所以这是他们很困扰的，所以请我去跟他们上课嘛。我跟他们说，其实很简单第一次见面聊天，最主要不是显示你很会说话，我教他们一招就是这一招，就是安排跟你见面的对象，他每说一段话，你就是重复他刚才说的重点，然后再提出开放性问题，再问他，让他继续说就对。那各位同学，丢出开放性问题，是不是我们刚才的绝招的第一招？有没有？问答题，不要问是非题，对不对？所以重复对方的话，再用开放性问题问他刚才的话，让他讲得更深入。我教他们这个绝招后来都聊得蛮深入的，也因为这样效果都不错，所以他们那个几家婚友社固定都习惯都请我去跟他们讲这个课我已经讲了超过10年了所以有好几对结婚可能都是我去上课后来结婚的会变成无形中的媒人了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一招，请你记得，想增加别人对你的好感度，可以要怎样？适当重复对方的话，这样 OK 吗？好 OK 之后来，我们赶快进入第5招第5招，因为我期望今天怎样上课我们今天我准备10招都能够给大家这样子哇，这10招真的都很好用的。来，接下来我们赶快第5招。第5招就是朋友找你帮忙，请记得无论做不做得到，都不要把话讲得太满，否则容易伤感情。为什么？因为你跟他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那我们知道事情会变化呢。如果没有办法完成呢，那人家会怪你。当时我就是听你说可以的，我才怎么样，我才把全部怎么样，全部都的期望都放在你身上，结果你现在都做不到。各位，这样子反而我们
跟他伤感情，对不对？所以要用哪一招？要用一个公式，叫做表态加共谋加制约。用这个公式，表态加共谋加制约。那再来了，我来拆解一下。其实这个方法都很简单的哈，就是回去真的要复习。所以为什么哈，我会强烈建议 PowerPoint 哈，你们真的回去要复习。来，第一个叫表态。什么叫表态？就是朋友请你帮忙嘛，你就先表态，说兄弟你放心，以我们的交情，这件事我一定帮忙。各位表态，第一个表态就是表态，你愿意帮忙，好，这是表态咯哈。第二步叫共谋，共谋就是说，这件事估计其实难度还不小，你那边要不要也多找几个人问问，确保这件事情能够彻底处理。共谋的意思就是说哈，提醒他，你不要这个事情有点难度，你不要把全部鸡蛋压在我的身上，你多找几个人帮忙，这个叫责任分摊呐，责任分摊，这叫共谋。那各位同学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它看第三步叫制约。什么叫制约？制约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哦，以我们的关系帮忙，这是分内的事哦。但是万一事情没成，你别怪我就行。第三步什么叫制约？制约的意思就是丑话讲在前头，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我们都没把握，对不对啊？都没有把握哦。如果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成功，不要怪我哦，各位，这叫制约，这叫制约。好，所以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啊，上面我把它怎么框起来有没有？公式就是第一个叫表态，表态的意思是什么？哎呀，我一定帮你嘛，我表态，我愿意帮你。第二个叫共谋，共谋就是你多找几个人一起来谋划，你要多找几个人帮忙，不要把鸡蛋都放在我这个篮子。第三叫制约，制约就是丑话讲在前头，这个不一定100%能够成功的哦，天有的嘛，不测风云的哦帮忙我不帮忙啊，成不成功我不敢说。各位同学，你会发现这样子。我们话没有把它讲得太满，对方心里也会怎么样？至少也有个底嘛，对不对？也有底，事情就是没有成功，人家不会怪在你身上，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表态、共谋加制约。那因为因为我们上课时间有限，尤其是线上上课，如果今天我们这堂课我去一些公司上课是要上一整天的。所以我就要设计几个状况，让大家去讨论、去想，好，这样子大家比较能够能够熟能生巧。但是因为我们线上上课啦，而且时间有限，所以强烈提醒各位同学回去一定要复习，好不好？一定要复习哦，我把这个整个绝招的浓缩回去解压缩一下哦，好，第六招。赞美别人很重要哦，但是提醒赞美别人要赞美细节，要赞美具体，而不是笼统的。笼统的人家会觉得我们只是敷衍。我们举个例子了一个了，女生就对男生就说：“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你会发现一般男生没有上过我们的课的男生说：“哦，你今天真好看，你今天真漂亮。”你会发现真好看、真漂亮很笼统，但是如果有上过我们的课呢，你会这么说，你会跟他说：“哇，你那个红色的发圈，红色发圈就具体细节，搭配你那个微卷的发型，又是具体细节，高雅又有气质。”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你这么说的赞美效率有没有更高？会更高。为什么？因为你有说细节，你有说具体，而不是只是笼统的说好看。好，那么呢，再来，比如说呢，朋友或是同学穿了一件新衣服来上课了，然后呢，没有上过课的同学会怎么说？哇，衣服很漂亮，挺帅的。那对方顶多礼貌上会跟你说谢谢，对不对？因为你只是笼统。如果有上过我们的课的同学会怎么说？可能你就观察一下，你就会说：哇，这个布料质感真高级。你看具体
布料质感这个具体细节你穿起来很高尚，你会发现这个效果更好。然后我们再看西西也有上过课的话，他就会说，哇，这个衣服颜色衬托你那白皙的皮肤，你看具不具体？具体真是太适合你了。A、B、C， 你会发现 A 是讲笼统的 ，B 跟 C 是讲具体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效果不一样。所以赞美人家不是赞美好棒好好好厉害那个都是笼统的。哪里好棒，哪里好厉害，要具体举例，要具体怎么样，要举出来，这样子才有说服力。好，那么所以呢，对方是厨师，你不是说哇你真了不起，哇你的煮的菜真好吃，我们要告诉他说什么？说哇某某厨师，我一星期至少会到你的餐厅吃你那一道什么的菜，各位这样具不具体？太具体了，这个效果会更好效果更好。所以请记得，赞美孩子、赞美同学都一样，具体的赞美效果更好。然后再来呢？人家赞美你呢，你要怎么回应？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很客气人家赞美你，你是说哪里哪里没有这个那基本上这样子的回应也没有说什么扣分但是效果没那么好。如果人家赞美我们，我们要效果更好，我们要用回夸。回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赞美你，你也要把它赞美回去譬如说那阿姨就说了，哎呀，你越来越有成就了。那一般人就说哪里哪里没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上完课了，人家赞美你你立刻警觉，要赶快回夸，你就赶快说，阿姨表弟也很厉害考上国立大学，有空就让他来找我聊天你就回夸过去。那你回夸谁？你可以回夸这个阿姨，你也可以回夸他的儿子嘛，反正就是回夸回去。结果这个阿姨怎么好了，那家伙一天到晚那个宅在家里，然后就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就阿姨就开始在讲了。你会发现你们的话题越讲越开了，越讲越深入了，这个叫回夸好，所以请记得，人家夸奖你，你要回夸那还有一种赞美效力很好的，叫第三人赞美。透过第三人赞美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如果你赞美人家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拿我们张娟张老师的来做例子好了。譬如说我如果是当面赞美张娟张老师的哪一件事情哪一件优点好，我当面赞美他，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赞美。但是如果我是透过别的同学赞美张老师，然后他在有一天在跟张老师讲话的时候，就说徐永正老师说你怎么样很好呢，你怎么样呢就能够把我赞美的话传过去。请问哪一个效果会更好？答案对方经由他人间接听到你的赞美，比你直接说出来更多惊喜。为什么？因为直接赞美，有些人还会认为我只是客套话。可是如果是经由第三者听到我对他的赞美，他就会觉得我真的怎么样是在赞美他，这样 OK 吗？所以这个也是我到很多公司上课，我们如果公司我们团体要气氛好，要多用第三者赞美，这样 OK 那再来呢，如果我们要对人家建议，要评论对方呢，请记得不要透过第三人。如果你要对他有做什么建议，当面跟他建议，千万不要透过别人，因为这些评论建议透过第三人讲出来，会变成加油添醋，会变成徐老师在背后说我坏话，这样 OK 吗？各位同学请记得评论人家，如果对方有雅量，你就用刚才的1+1法则，
一加一法则当面说，千万不要背后说。那赞美人家呢？赞美人家可以背后赞美这个再提醒了多用赞美。再来了我们可能也有讨厌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欣赏竞争对手的雅量。譬如说，当你的对手或讨厌的人被赞美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可是那个人怎么样？这样子会变成我们背后又在说人家的坏话。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说？就算你不认同对方，你还是应该说，是啊，他很努力，是啊，我觉得他很认真，我觉得他很积极。这样子四两拨千斤，人家也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很有雅量，而且人家不会把传到背后，就是说我们在说他的坏话，这样 OK 吗？这我们要培养这个雅量。好，这个已经我们已经讲了6招了，来，我们赶快讲第7招。第7招，提醒不要跟别人正面去恶言交锋。我们知道嘛在人世间难免你会遇到有些人讲话很毒，讲话很酸，讲话不给你面子我们难免会遇到有些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人，对不对？这时候面对这种人，请记得不要跟他正面恶言恶语，跟他正面恶言恶语只增加对方对你的仇恨而已。我们把它看一下，这个是在网络上曾经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在网络上上传她自己的在那个迪士尼举办婚礼的影片，然后呢那个影片很浪漫因为他们在那里举办婚礼举办求婚这些的送花结果连那个旁边的那个白雪公主看到也一起来参与的所以那个婚礼就感觉蛮浪漫的。结果这时候就有人就留言了留言什么？哎呀，这么厉害，有本事那有本事就把所有的迪士尼公主都请来才一个还炫耀什么炫耀？你会发现有些人讲话就那么酸，对不对？那各位同学，如果是你听到人家对你这么说，你会怎么回答？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女孩真的是有雅量，这个是高情商，她没有生气，她怎么回答？她说没办法耶，我老公说结婚那天只有我一个公主。你看有没有智慧？4两拨千斤那再来我们看一个例子了有时候这个回到乡下这个那个阿姨啦，哪一个阿姨就说哟长大了，鼻孔都往上长了，见人都不叫了。我们知道嘛有一些长辈很喜欢用反面的方式来关心你，其实他是关心你的，他也不是在骂你那一般人会怎么说？一般人说没有啦，刚才没看见，阿姨好，这样子一般人。那如果我们呢怎么用呢？我们就说阿姨好久不见了那漂亮了那么多，一下走都没认出来。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又用回夸了？刚才我们用的那一招，把它夸回去嘛，对不对你怎么你没有跟他怎么样恶言恶语嘛？阿姨好久不见了，哇，阿姨漂亮了许这么多，一下子我都没认出来，对不对这个效果就不错。再来我们看公司也是同事就说哇，这个老板很看重你果然长得好看才重要。你看讲话还带有一丝丝的柠檬味，对不对？蛮酸的。那一般我会怎么说？说没有啦，这是一般人。那如果那个很会跟人家作对的呢，正面对的人，他就说那你去整一个呗，看看有没有效果。你看这就结仇了。那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一样回夸过去嘛。我们就说我上次跟老板谈希望老板加薪，老板要我多向你学习如果我有你的本事，老板才愿意跟我加薪。各位你会发现你把它回夸过去嘛，这样子的嘛，彼此心情都好，这样 OK 吗？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不要正面跟别人的恶言恶语去交锋来，接下来
我们还有3个哈，我们赶快啦赶一下进度。好，第8个技巧，高情商的回话技巧，就是我们在平常的与人处事，难免有些的人家的嘛拜托我们做什么事情，或问我们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的回话？有8句话有8个很重要的我帮大家归纳一下归纳一下的很重要我们来一点吧，我们来学一下我们来学一下。好，前面4句，比如说人家的说，你现在有空吗？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如果你跟他说没空，就蛮冰冷的。我们要怎么回答？我们要说对不起，我现在有急事，这样子回答比较有的嘛，比较不会那么冰冷。不是我不帮你忙我现在有急事。那接下来说，这个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吃饭呢，人家问说，你要吃哪一个然后你就说随便。这个随便呢有时候感觉怎么样？有点不尊重嘛。那我们要怎么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意见，你就说听你的，我听你的，听你的我听你的，这样子是不是感觉会更好？那接下来人家说人家说这个的你觉得我这件衣服怎么样？你就说还可以，那还可以就感觉的嘛，没有那么的嘛，有力量嘛。那我们要说挺不错的挺不错的，我们就用挺不错的。然后再来比如说人家了这个要请你做哪一件事情，不管你的上司或是什么人家要请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说这个我不会。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推卸责任、逃避啦、懒惰那我们要怎么回答？说这个我目前不熟，我可以学。我们就用我可以学。如果今天我是你的上司，你说你不会，我可能以后我不太会重用你。但是你跟我回答是你不太会，但是你可以学，我就觉得你这一个人很积极，有上进心。是可以提拔的。好，这个是4句话。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4句话就说人家拜托你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帮忙你就说不行这是规定这听起来就很硬那你要怎么说？这个照规定是怎么样？那我努力帮你争取看看。我努力帮你争取看看，但是努力争取后来有没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你不会让人家觉得你习惯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不行，我们就改成我努力争取。然后呢，再来了比如说这个有时候聚餐的场合，人家要你喝酒你说不会喝酒，那你对吧？我们就柔软一点，就说我擅长倒酒，我擅长倒酒就可以了我擅长倒酒，4两拨千斤。然后再来比如说你交代部属，交代你的孩子什么事情，你告诉他什么，讲完之后你就说你明白了吗？这个有点感觉就是由上对下的感觉有点比较强制性的由上对下。那我们改一下什么？说我说明白了吗？左边明白了吗？是你听明白了吗？你有没有听清楚？那么右边是我说明白了吗？我们应该是用我说明白了吗？这样子听起来比较柔软。那再来第8句，让你久等了。其实让你久等了这一句话就已经不错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讲得更棒，我们要说感谢你耐心等待，感谢你耐心等待，效果会更好。好，这八句应用在8种不同的时机。我们都习惯用左边的，我们现在把它改成右边的。这8个回话的习惯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的气氛会更好。来，第9，如果你是上司，你是主管，你的部属做的不符合你满意呢，那你就怎么？可不可以骂人？可以骂人。是可以骂人，但是骂人要有艺术的所以我们来看怎么骂人。骂人有2种，一种是越骂越高昂，对方的斗志越高昂；一种是越骂对方越杜烂越杜烂。所以
对的骂人跟错的骂人，不是不能骂人，是要用对的骂人，但是差别就只差一个字。来，我举3个例子哦，这3个例子都很重要，都值得我们下完课多复习的。那一字之差就是你跟他的差别。比如说不会骂人、那乱骂人的上司，就是说你很弱耶，竟然说服不了这个客户。你会发现，主管说你很弱，主管在骂你。但是很会管理的上司呢，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他有这么过分吗？竟然会拒绝我们。各位，变成他，就是变成他，这样子骂人，部属心情不会不好，但是怎样，部属也知道怎么样，他做的没有符合你的期望。接下来，只跟还的差别，急躁的上司怎么骂人？他说只剩下3天就要报告了，你还在这里发什么呆啊？只剩下3天，但是会鼓励的上司说，还剩下3天要报告了，你有在做最后的冲刺吗？各位同学，我们把它注意看，只剩下3天，你听到的就是主管怎么样，很着急，然后怎样，在骂你剩3天而已，可是还剩下3天，表示主管在鼓励你，还有3天，还可以做最后冲刺，效果就不一样。来，接下来我们帮他看又跟人的差别。只会骂人的上司怎么骂？就又说错了，你又说错了，怎么会这样？又就是怎样？他会记仇哦，你又错了，表示他记得你上次又错嘛，对不对哈？那会教育的上司呢？会教育上司说，你人说的不到位，还要再练习。各位同学，我想就是这样一字之差，得到的效果完全就不一样，完全就不一样。好，如果你是上司，你是主管，或是你是为人父母，这个一定要再多复习几次，好不好？好，最后我们最后一招啊，最后一招就是平常你跟孩子怎么样说话，能够让孩子未来出社会，那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因为他是什么高情绪商数的孩子。那谈到这里了哈，谈到这里，所以我们在教育学有一句话嘛哈，他说父母是孩子脾气模仿的对象，所以你平常跟孩子说话说对了，孩子就有修养了。平常我们跟孩子要怎么说话？我们先来谈一个故事。爱迪生发明大王爱迪生小时候放学回家，把一张纸条交给妈妈，然后呢就说，老师说只有你能够看里面说什么。妈妈呢就边看那个字条边看边流泪，大声的读，你的孩子是天才，学校里没有好老师可以训练他，请你自己教。这件事情是爱迪生小时候实际发生的故事。一直到好多年，爱迪生在母亲过世多年之后，有一次在衣柜里偶然看到当年的那一张折叠的信，他打开，信上是写什么呢？你的孩子有精神缺陷，我们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学校，他被退学了。其实老师写的是这个。爱迪生再怎么样呢？再后来了，他激动的在日记上就写，汤马斯·爱迪生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但他的母亲把他变成世纪天才。这就是我们平常跟孩子怎么说话。再来，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左边这张照片呢，是在正常家庭里面的小孩长大之后的大脑的大小。右边这个呢，右边这个大脑是从小在那种什么家暴或是言语暴力的环境之中长大的孩子的大脑。各位同学，我们等一下一比较你就知道，两个大脑大小差很多。
右边那个小的大脑，长得比较小的大，里面还有很多黑色的，其实黑色的就是什么？空洞的，其实是空洞的。意思就是什么？在一种言语暴力，在暴力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大脑会发育不全，他的精神的什么的正常是比较不正常的。所以研究结果，爱决定孩子大脑的大小，其实也决定孩子的精神未来正不正常。因此，接下来我再拉出有9句话，我们要学的，做今天最后的结束。第一句，来，我们把第一句话，我们时常跟孩子说不行，孩子说妈妈，怎么可以吗？我们就说不行，我们的不行，在孩子听起来是拒绝的，是否认的，我们把它改成，我们就反问他，你觉得呢？其实这时候孩子就会想一想了。再来呢，我们再催促孩子快一点啦，快一点。我们问他还要多久？这时候他就会去判断我还要多久，对于他未来规划是很有能力的，有培养他规划的能力。再来，孩子一定会哭嘛，我们就会说不准哭，不准哭。那我们呢？我们改成哭完再说，哭完再好好说。各位，哭其实是一个正常程序，是真的不要压抑孩子不准哭的。我们让他哭完再说，我们跟他说哭完再说。那么孩子一定会有什么情绪失控的时候、吵闹的时候，我们习惯说不要吵，不要吵。其实不要吵对孩子来说是很笼统，我们就请他来情绪控制一下，音量控制一下，效果会更好。再来，孩子呢，我们跟他说怕什么？怕什么？孩子本来就胆小嘛，我们跟他说什么？来，不要担心，我在这，不要担心，妈妈在这里，不要担心，爸爸在这里。这个都让孩子有安全感的，他未来的大脑的嘛，因为有这个安全感，会发展比较好的。来，接下来，这有什么难？当然对大人来说没有难啦，可是对小孩子是难的，所以我们要说什么？没有人一次学会的，加油！再来第二句，你有没有在听啊？我们怎么说？我相信你有听到。再来，孩子失败呢，我们说输也不能生气。我们应该同理他的感受。我们说，我知道你的感觉，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是很失望，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们去同理他的情绪。再来，我们说你能不能乖一点啊？那我们现在把它说，我相信你会更好，这个效果会比左边的效果更好，因为我们平常从孩子长大的过程，这10-20年，我们跟他互动，我们跟他说的都是有爱，而且是什么？是有智慧的语言。孩子未来出社会，当然就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好，那么呢，我想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了时间的关系呢，这个不敢耽误大家等一下吃午餐的时间，所以呢，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做个结论了一个优质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建立在一个良好的情绪的沟通。优质的关系不是赢，优质的关系是我跟你沟通。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气氛情绪很不错，很愉悦，这才是优质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要建立一个好的人缘，要养成4个沟通的好习惯，要我们声调要柔软，要帮人家，第二要帮人家设想，会对人家的利益着想，对不对我们呢如果自己错了，就自己先承认。接下来我们有10招讲话的方式。你会发现这10招，你用这个方式来讲，绝对不会让对方心情不好，不会让对方情绪不好，而且跟我们沟通，对方心情都是愉悦的，这才是真正优质关系。那么难免有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语言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适当，再加上如果我们是同性，我们鼓励他，我们拍拍他的肩膀。
其实或是点头的肯定，这个我们说的叫做行动，加上一些行动的替代，效果会更好的效果更好。好，那因为今天时间上的关系了不敢耽误大家的宝贵的时间，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有讲得不好的，还请我们大家多包涵也给我多建议，好不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非常谢谢徐老师，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招数我们真的可受用真的是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笑嘻嘻我们人际关系就会真的是越来越可以有很好的关系。那因为我们的校长跟副校长他家的那个网络突然断线了所以他今天没办法来谢谢老师。那谢谢老师每一次都把我们放在他的这个预定里面，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始今天听了让我们这个每一天都能够快乐，都是笑嘻嘻的，按照老师的指导好不好？那我们约定呢一定要不是只有听而已，我们要去做。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分享好，祝福大家大家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祝福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要再见好，谢谢，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喜乐，谢谢老师。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 OK， 许明生，拜拜。好，大家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一一样，我们有线上的9点免费的日文课试听，还有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免费的英文课试听。所以大家所有的课程就关注我们的全能教育社区全能生命教育协会跟松联大学一定要追踪关注，然后就会所有的课程我们都会在上面提醒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再见，拜拜，下个礼拜见喽。好，再见，拜拜。音乐牧师刚刚有把协会的连结放在那个我们留言区留言板有，对，通话现在也有是，对，那大家那我们还是不断会请大家可以来上我们的荧幕会传给大家我们也有赖群组的这个全人的学习的平台那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资讯。OK， 那如果找不到，可以再跟我们联系。对，我们再提供给你们。你只要打全人生命桃园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也会有相关的有了。对，阿鲁，谢谢那有 QR code 可以扫。谢谢，好，还没谢谢秀姐，拜拜。谢谢大家。好，谢谢，拜拜。OK， 那下礼拜的课程会有讲义，你们可以提早先把讲义先下载，或是列印出来。是这次的讲义，是这次的讲义。是这次的 ，OK。对，这次讲义会放在那个，如果老师传过来的话，会放在那个 FB 粉专。好，所以请大家就是记得去粉专按赞。OK， 那下礼拜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于雨春职能治疗师。一样，所有的课程跟连结全部都会在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的赖社群都会公布。那请加入，就是可以随时知道我们最新资讯。好的，请大家追踪，谢谢大家，谢谢音乐牧师，谢谢雅琪老师，谢谢大家，拜拜，平安，好好休息，吃饭喽，吃饭好好休息，每天都健康，好，拜拜喽，拜拜。